中嘉所谓公司，若是有27%的股权伫三立集团，即马阁传出后，立委来甲亚康讲，中嘉呢其实上大的股东就是丰泰的公益信托，也毋过即个信托即马煞要违背当初5年15亿，要来捐款帮助提悬媒体素质的承诺。立委呢甚至阁批评讲，这所有的问题拢是 NCC 无甲处理好势，所以即比这 NCC 敢真正有即个功能呢？针对这项问题，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，相信 NCC 的独立性。你说资料10月23号就已经到了嘛？对。现在11月7日嘛。对。那主委院长，我想请教如果在1个礼拜的时间，能不能够给出调查报告？三立集团控制中嘉股权27%风波继续滚价，立委柯显智要求 NCC 一礼拜内提出调查报告。不过证据不只是这一件，伊阁指出中嘉大股东丰泰公益信托特别违背前5年15亿的捐钱承诺。这期 NCC 身为主管机关，所无依法调查，要求丰泰履行承诺。NCC 是一个独立的机关他们调查有他们的这个程序。陈建仁出面道讲话，强调相信 NCC 的独立性。不过最近 NCC 一直传出政绩丰富，也阁互人质疑无中立，也阁立委表示 NCC 无存在必要，但要想直接来反击。所以我说，难道要回到新闻局时代吗？难道回到戒严时期吗？那现在看绿媒持有系统台27%、30%都可以耶。为什么不把中间的标准拿出来呢？这几年来看到，其实反正 NCC 这个独立机关不独立的这个问题，这才是他这个大家他真正被诟病的部分。立委强调 NCC 是重要独立机关，维护民众有利的权利。不过也表示，这几年 NCC 无做好当初设立的任务目标，导致性被人质疑，要求 NCC 爱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